要哦对年鱼米哦，咱虽然溃烂哦较衰败，但是爱继续努力啦吼。哦，这是年鱼米吼，比较难讲，大家就会忙袂记。咱今日是7月啦，头一日啦，也是头一日，也是头一礼拜。办事查经了，甲轮流了、秀毛流了转去，轮流是行到坡路，无错啊，时间咧袂足紧。我讲啊，入面6月已经过去啊，你个这礼拜变做哪？今年的下半年啊，足紧的，今年7、8、9、10、11、12，搁要圣诞节。大家讲较紧啊吼，安尼足紧的，安尼感觉足紧啊，哦，较是有影，有时间过了，搁半年搁过。咱已经踏入后半年的开始啦，就今日就今开始。但是这今年无需要讲这进程，我顶礼拜，因为无事所你讲内底，我先甲恁讲一下，就是讲牛切草，咱咧讲啊，用牛切草来洗咱。伫犹太人的背景，这个牛切草是啥物？哦，你若看这个牧师甲咱讲哦，咱看这个，伫这个。哦，出来入去12章2、20，只敢若讲，但是只敢若讲牛切草，咱唔知到底牛切草是啥物。哦，所以牧师伫遐特别去甲恁解说啦。所谓牛切草，就你用牛切草洗我就清气。啊，这个牛切草是一种迄个芳，迄个芳香的一物啦。哦，芳味的一物，啊，伊属于迄个薄荷吼，薄荷类的，哦。啊，有迄个，伊洗出来有迄个枝啦，吼，有迄个枝。咱知影，你看迄个约翰第19章29节，当时耶稣死定是个死的时阵是啥物情况？犹太人伫当时遐兵丁伊伊用迄个海绵吼，运即个床，然后绑伫，圣经讲绑伫牛切草的顶面，就拄好耶稣。你会记得这圣经所记载，是绑伫牛切草的顶面，所以这牛切草伊是有一个场景哦，场景长哦，伊毋是安尼软烂就像海绵，毋是，伊是像一支安尼场景，伊本身是属于会开白花哦，这个叶甲这个枝干哦，有毛啦，有毛啦，这个有是啥物作用？伊会吸水。哦，那牧师你甲咱你读这圣经哦，爱互咱了解是啥物叫做牛切草，叫你用牛切草洗我就清气。犹太人的背景是用这个牛切草做一个吸水的一个作用，所以真适合咧行迄个洁净的底。所以通常伊拢用这个牛切草，因为伊会吸水，哦，所以伊遐用做咧吸水，像用迄个火有无？甲抹伫迄个门楣顶面无，早时咧出来入去有无吼？就是用迄个牛切草甲绑伫有条条，滚迄个火，甲抹伫迄个顶面，因为伊会吸水，还是有迄个吸收的，迄水。牧师伫遐佫解说即个，咱顶礼拜所咧讲的即所谓牛切草到底牛切草是啥物？咱佫较进一步了解。OK， 咱佫倒转来，咱已经踏入半年，咱会当发现各种的事佫在变成，老讲，咱通常拢安尼啦。去到某一间教，我咧牧会经验内底，定拄着安尼。我深头去，大家安尼足认真的，安真认真，到半路哇，渐安尼，渐安尼听。我咧真感谢上帝啦。牧师讲你发现牧师无咧讲，咱每一年的活动拢无共，你注意啊。圣诞节也好。咱每一个节日，我感谢牧师娘啦吼，每一届拢甲咱用无相样，伊若惊咱感觉无聊，感觉单调，就单调。咱无相像的敬拜，无相像的服侍，透过一个咱家己受的方法。不过，即嘛按咱的兄弟姊妹来配合啦。为什么咱会遐说？为什么咱感觉无亏力？牧师通过年鱼米。你看7年前就开始咧甲咱讲，上帝话咧甲咱讲，人为什么遐说？你服侍侍奉，迄个热情无过，有在就添开始的时阵，为什么？
哦，这当然有真侪理由。哦，比如咱主位情况嘛是共款。哦，安尼我请教安尼，大家咱我们新鲜感一个新的木架来，一咱我大家久来啊习惯，久来习惯这足熟悉。咱人的一个新啊加讲啊，人拢有一个惰性你知？哦，变大迄个性惰性。你比如说，有一支鞭啊，伫咧身躯边啊，甲你鞭啊。啊，牧师嘛定来讲，咱教会佫无迄啥，你无来我甲你记过。你若是要公务人员哦，无来我甲你记过，你甲你记一笔啊，佫来打分数啊。我甲你讲，逐礼拜拢照起工，大概做诶拢爱照起工，对不对？咱就是拢有一个惰性，所以主位情况，好使上帝主讲迄个意愿，有无？你会打折扣。不然你会感觉讲啊，我当做了到底，毋知安怎牧师拢互我做遮济，做了毋知安怎。牧师佫讲倒转来，信心无够。圣经来讲啊啦，要做中职人，即个事工，即个是上界福气的。要毋是凊彩人会当做的。哦，上界好去，一度一个事奉呢。哦，伫圣经内底有讲啊，哦，你看提摩太前后书伫遐咧讲伊单面这中职一度，圣经甲你讲这一度，啊，佫圣经真诶所以甲你勉励讲啊，你做上帝敢无空通？哦，所以有一个青年，可能牧师咧甲勉励讲啊，你礼拜日你绝对毋通去，佮你爱了足个精神时间牺牲足个代志。我定爱讲阮囝，阮后弟，再去我嘛甲阮迄个中药伫遐拄啊剩伊一个。啊，其他大家拢毋知有代志拢有，我甲中药讲啊，阮囝，逐礼拜拢伫礼拜伊也毋捌请假去学吉他，伊嘛毋捌请假去学什物，学东学西。上帝手术伊有迄音乐，伊会晓弹钢琴，会晓弹吉他，会晓拍鼓。我有一摆我讲，啊，即个佫会晓拍鼓，伊也无去学拍鼓啊，伊才会晓。有迄个音乐的天分啊，上帝有迄个音乐的天分赐予伊。哦，啊，伊嘛迄吉他我晓弹。哦，啊，佫会拉小提琴。哦，当然伊细汉是伫迄个新民教有一个老师哦，特别我恁囝来，我甲伊教，伊家己推要甲教，哎就去遐教。所以上帝拢会陪伴，你若尽心尽意伫上帝顶面。我查某囝生迄孙哦，我嘛甲讲，逐礼拜伊就来教伊讲，带囡仔去接伊。牧师甲你讲，甲你提醒，你无爱照牧师甲你讲的话，迄我嘛无法度你啊，因为我袂当甲你记过。我讲倒转来，牧师袂当甲你讲记过啊，甲你警告记过，无法度。但是牧师该爱，牧师的职责提起你，教导你，所以你爱听牧者咧甲你讲的声。啊，所以你要安怎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祝福的源头是啥？爱听牧者的声，听上帝咧的路谱咧甲你讲什么。所以毋通袂记，哦，所以咱咧事奉区，事奉到尾啊，咱来打折扣啊，牧师啊，我毋知，只是上界福气的，上帝将这个责任互你，上帝将这个职责互你，有伊的作用，有伊的目的。应该，今头开始我有讲，可能今日咱这青年有吼，你要讲咱的社会发生这种代志，这代志毋是头一摆发生的，常常看到。伫咧感情的代志，哦，行倒相抬啊，有行倒啊，抬来抬去安尼。咱较早有一句话讲：天下何处无芳草啊，有无？阮前少年，阮就读过一句成语啊：天下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朵花，有无？这个时代，有咱我感觉愈来愈猥琐啊，有无？为着一个查某囡仔，哦，我咧行倒相抬安尼。啊，无就袂使，迄心灵甲心内拢有出问题，所以才是真袂茫然。感谢主，咱伫教会，哦，咱伫教会加在，咱会当伫教会这团结，有这团结来读真理，真理的学习，互你心心灵得到用处，互你平衡伫你的内底，较正常啊，哦，较袂安尼突切啊，老实讲啊。咱有这个环境咧，咱教会有这个团结，有这个什么个？你去看迄无信的人，礼拜日透早拢咧创啊，
郊游旅行要创啥咧？因兜有咧甲你教导教什么无啦？还只会慢面。咱的囡仔，哦，咱的资料，咱的即马还佫足少人啊，咱就拼命生啊，大家努力生啊。哦，咱无迄种例啦，拼命生，生啊济，咱的教育自然成长，吼，自然成长，咱就有迄个学生，叫学生通好教，哦，啊，无我讲咧，我摆即摆时代，毋是干那咱教的，我甲你讲，都某一间教，我去主要学生一个啊，先佫看伊研究的，一个啥牧师娘做老师，甲一个对一个啊，一个学生尔。市内教育多一个教育，即摆学生剩一个。啊，这就是当然有真个背景甲因素啦，吼，真个背景甲因素。但是还袂，咱来珍惜，哦，咱伫教育这个环境内底加载，咱的人脉上，这是上大的福气，吼，讲到倒来，所以。咱伫台湾的事哦，团结助会有无吼？咱在哦，迄种来喋，啊过来啊，人叫才来有无？啊来叫啊只，我讲实在，我有当时有当时咱伫咧牧会的经验中间，啊，逐叫你才来，咱感觉你来看牧师的时啊，我一阵摆来你叫，看你会怎啊，看你会安怎？我甲你叫你才来，啊无叫你就无来，安尼那有啥物意思啊？啊，毋是安尼，人甲人之间，咱莫讲宗教。人甲人之间就好啊，甲你叫你才来，啊无甲你叫来，安尼无意思嘛，吼，无意思。所以有当时咱得去思考，是你甘心到，圣经讲甘心到是交去上，啊会歹吗？袂歹啊！哦，你伫遐领受着，哦，你得到智慧嘛，来领受上帝，咱人脉上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咱看到教会哦，啊，带人归主，哦，渐冷淡有无？牧师对遐来。无，迄个教会公报，来讲入伫咧你的周报内底，啊，你就去分啊到尾啊，哇，较冷去啊！我看大家剩伫后壁，一塌伫啊！啊，今嘛伊牧师来因鼓励，哦，大家摕转去啊，哦，分啊到尾啊，搁烂去啊，有无？啊，冷淡去。但为什么？所以牧师特别伫即礼拜，哦，用即个题目，哦，虽然。咱的力量无，但是咱在继续努力。哦，这地方咱三合作为来面对吼。咱大先来了解一下，今日圣经的背景。这个尼希米是伫咧这个阿达薛西吼，就是这代语是阿达薛西啦吼，阿达薛西吼，阿达薛西。这个王啦吼，就是这个波斯的王吼，第一吼。伫伊个王宫的中间做即个酒政，咱这约瑟有无？约瑟爸爸做过酒政，啊，所以这酒政是咧管理食米哦。伊当时袂用管理食米，啊，特别是管理这个酒室啊。啊，这酒如果伊大声个啊饲，啊有毒啊无？哦，才通调这个王才通好啉的。而啊简单来饲看有毒无？无人要抬死害死啊就来啊。所以伊大声来先啉的，先饲看有毒无？哦，这叫做酒政的足要紧的工作，酒政吼，这个酒政的职责，哦，咱这个尼希米有一讲，伊就是对这个人对这个犹大吼，咱当时有这个伫咧这个以色列有北犹大，北以色列啊南犹大，吼南犹大，北以色列分做两块，吼一国安尼迄种的状态，啊对犹大来人听见，也就说明迄个。真悲惨的消息，所以即摆咧讲背景，圣经有咱听者吼。伫即个耶路撒冷一个真悲哀的消息，讲住伫迄个所在的人有意思要重新来修即个城墙啦吼，城墙。哦，总是互当地即个波斯的即个官员甲组织，甚至甲烧毁，哦，甲别掉去。哦，啊伊听了后感觉足楚苦啦吼，感觉真忧愁，足艰苦。伊就即个波斯王，吼，即个阿达薛西，即个有迁甲，啊，倒转啊家己的国家，啊，伊甲当时的这祭司，还是讲这贵族、官长，甲即个平民，吼，百姓，吼，应该马太读了袂歹，我讲伊这内底有种个白字吼，我讲伊嘛读了袂歹，好佳在拄啊排着伊啊吼，伊读迄个白字，嘛看伊读啊白字，但是当然有几个所在啦吼，啊。当然，咱看着讲，
伊就甲伊就倒了家己，倒了摇来山顶，甲这官长贵族，甲这百姓，讲伊带了王的一个威灵装来要修理这个城墙，但是想要到遭遇到撒玛利亚的首长参巴拉，这个参巴拉，这个头前就是，这个是撒玛利亚一个首长，甲这个书记，多比亚，甲伊两个囝。极力伫遐甲反对、甲阻止，甲阻挡就对，所以大仙因就是甲踢球，后来就甚至甲用步数安尼步数，计步安尼步数，最后用武力，甲吓，要阻止伊修理这个城墙，逼因停工。这个以外，伫咧这个城中的这个犹太人，就是讲。甲因共民族的这犹太人，甲因拢无同心志，因为这有钱的犹太人甲当地部分的这个祭司，因支持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地到遐个人提出无意义的这个提示啦，无意义啦，因感觉。借了这个理由甲因提示无法度莫做。讲国语是讲灰土尚多啦康耕的人因已经亚先啦，已经亚先无咱这个灰土尚多，比如是讲好拼，咱这好遐有，咱较早咱讲厝顶迄个遐好遐。有无？直接像后拼音这袂当注意嘛，这是鼻音、鼻音，后拼配，后拼配，所以就是迄个要整理搁甲，一寡迄个涂角啦，用迄个后牙有无？破去的啦，要甲安怎甲整理？光的人要甲整理，要甲扣着就哇，感觉足野线啊，足野线。你对这个会当去体会是毋？你也看人爱起厝的无？开始要起厝无？就爱整理，就你甲看有人，你也经过新厝起厝的，一大堆的粪扫，一大堆的啥，你看你会感觉这毋代表哪清咧？看落去一大堆的，你想话是这担毋知无偌久，清气淡淡，大家毋知影使个拖拉裤还是使个啥物来？往个什么机器啊？较早要哪有机器啊？较早你着用人安尼，逐刀扣安尼迄种，即摆毋是啊！迄土的迄个堆土机啊有无？安尼塌的就无偌久就塌了较早无迄个推土机啊！所以咱着了解，你着去想象，真正是要整理这土角啦，这灰泥啦，要安怎哇？真是。你要甲讲了，佮定安怎？要甲扣着，要安尼是无简单。伫即种背景下面啦我所来讲，伫即种背景下面，所以你要用祈祷甲行动。我虽然咧讲，莫干那祈祷，你着真正爱行动，莫干那一感觉无。祈祷是足要紧，但是毋是干你干那祈祷，你是用祈祷甲行动。做伙即种方法去应付当时所拄着这。为咱的这个局面，鼓励士气，互百姓专心做工，为了应付敌人内外的攻击，所以尼米将所有中心的工人甲武装起来，所以讲实在魔术咧无话，你真正爱足侪方式甲方法。咱遮魔术老讲，咱魔术人安天才啦，安天才，大概我是想讲过来你过来要安怎？过来佫想讲要安怎？要佫安怎甲？生活对面互伊安怎做啥物做咩？这只上帝特别的落魄啦，嘛袂记魔术咧是对无信的人、无信的家庭来到有信。你看认真侍奉上帝就自然侍奉伊，好有地位，头壳安怎去整理安尼？所以利米将所有中间工人武装起来，靠上帝力量，连第52天的中间就讲这个城墙甲修理好势。对这个圣经的故事，咱三个做伙来探讨。
是咱为着做最工，迄种的精神甲心理的现象到底是安怎？咱三个来探讨，来思考。有时你会感觉啦无力啊，力气衰败你会感觉无力，为什么？咱为着做最工，到某一个时间，你会感觉亚线无力。尼米伊领到一批犹太人倒落去耶路撒冷，伫遐咧重建即个城墙，就开始啊啦，伫遐心灰意冷，犹太人讲即个后壁配，佫足济啦，光的人安尼，安尼气力已经无去啊，所以咱袂当佫来起即个城，为什么安尼？为什么？头先咱知影想，咱的身体亚线。大家这是生理的因素，兄弟姊妹。特别讲实在，咱住伫台湾的所在，人咧讲，咱常听到咱台湾人讲一句做事，外国人拢借钱来开，逐工咧佚佗咧，伊拢借钱，贷款借钱，咱台湾人毋是欠好不容易欠到某点，你啥人有钱好欠，咱拼。拼啊，面子啊！人咧讲拼啊，面子啊！都地搞你有咱啊！亚线对不对？我咱这个青年咧上班都嘛甲牧师讲，我食无去，我做，开始有影，这就是心理的犹太人讲啦，气力已经无啊，犹太人表示已经亚线体力啦，啥各方面，因的体力、因的心力拢已经就要打去。到底什么时阵上的危险呢？咱拄则所读的圣经160讲啦，咱城起这个城就拢起到起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起到一半，是不？当咱工作进行到一半，上用伊灰心嘛，对不对？咱做啲代志你做到一半，就明明都做，做到一半，就开始灰心亚线，怎讲？工作拄开始拢是你会感觉足新奇的。你牧师拄来这牧师拄来看伊感觉足新鲜新鲜感。过一阵伊就渐平淡，你会感觉单调无聊。最后会变做例行公事，应付敷衍了事。因为你食公家的头路就是阮妈妈较早我就讲，伊伫咧卫生所我有甲人讲，阮妈妈迄公家的头路上好食，伊安怎食？阮伫庄卡啦，庄卡大市咱即摆即摆时代无法度啊。伫庄卡伊安怎去报道一下，签名人无看人要走对，因为做助产士啦，佫会当私底下人看病，看什么注射啦，创什么即摆大家去上班就看，大家去上班就签者，就人都无看。即摆人面顶甲查才经过出现啦。庄卡会卫生所甲公所大部拢安尼啦，人所以，但是先开始安尼，我看迄公务人员足照起工人拢讲这菜鸟人拢知影拢这菜鸟拄则考入来，这单位拢知影，伊足照起工，逐礼拜拢足照起，你若看会模拟的，开始就知讲这老鸟会模拟，开始会模拟。就是你边生事，边应付敷衍了事，你爬山的人上容易卫生也是讲，你爬到一半好还是爬半山顶，咱定有迄个经验无？咱中间有咱若去咧爬山咧，够忝，拢爬一半我袂当去要落去这边佫落去，佫休一下，小来才慢慢行，一半。爬到一半山顶，是要落山，咱就安尼感觉所以拄则读册去读册入去大学也共款啦，有1年的本届入去1年的有1年级咱这菜鸟拄入嘛，足认真的大家足认真过一段时间了咱所以有一句话无读无册愈读愈册这叫做册啦无读无册，读册嘛，读册无读无册愈读愈册。咱这是咱的一般。咱来看这个民数记。你看行为民数记第1章第11节到15节，安怎记载摩西？上帝落榜咧，
我那亚先呢，那某些大医生被人到抗压，因为工作疲劳疲劳我吼，就求上帝啦，互伊死的算啦。你某些爸爸咧讲过，我话上帝，你互我死的算啦吼，伊无爱担任这大的责任。某些每一工不断地啊，体力啊，消耗伊的体力，所以渐爱衰退。弟兄们，摩西你看摩西的故事哦，摩西伊手举起来，会选择太赢，对不对？等于手软去啊，我要放落来就输去。所以摩西就这个上帝路补足要紧的，所以人家讲摩西当时有这个什么人，伫伊上面边啊有，手甲拍咧有。阿伦甲这个什么人位边啊，约书亚是阿伦，你边啊手甲拍咧有。较坦，哇！咱圣经，咱会记唔到伊哦。但是阿伦啊，约书亚，咱顶礼拜牧师咧甲咱讲哦，讲什么？千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大概讲了拢讲天国因的。牧师来啊咧念这个百货，百货念了拢讲天国是因的。逐句念到最后拢讲天国是因的，是安尼。清气心肝好去，因为伊要啊清罪上帝境。其实清罪上帝境，不管安怎，你到尾啊就是爱进入天国嘛吼。所以天国是因的，嘛是袂讲无唔对啦。因为到尾啊，咱拢是像伫天国的囝儿。OK， 这是牧师伫遐佫解说，甲咱提醒者。有影咱咧念圣经，有影会念啊，伊修饰有影会念啊，但斗唔对，不要紧。但是咱来了解圣经内底咧讲的意思是啥物，所以咱讲倒转来，摩西当时你啊看，伊身躯边嘛有人安尼甲踢，所以牧师讲，咱咧中一句哦，咱会当食做牧师的左右手，无牧师讲诶，牧师你看当时摩西安啦，讲上帝啊，你干脆甲我抬落去，我担任这个大责任，摩西麻烦咧甲上帝讲的。所以咱中间嘛有人啊工作责任大，做中级的，做会长的，是咱其他职务的人。我定是到迄个部会定拄着，真正。做开始做中级安尼兴啊，做到尾啊做人无看人，到尾做人唔知安怎做人无。所以伊感觉压力足大，避免有溃烂塞体的时阵，无输家己嘛嘛不例外。所以咱就爱，主要牧师所咧讲，你就爱注意一项代志，体力啦，精神体力，爱有人啊，伊后壁啊，甲你 support， 甲你 support， 第二，咱来想啦，咱来思考，就是讲啊，你为什么会无力啊？你会感觉无力？头一个就是你的体力啦，你的心理的因素，身体压力。第二就是啥？经济杂事，这是上有的因素。犹太人伊看哇，这么这后片皮有无这么这土角啦，这灰泥啦，这因伫咧做新的树的时阵，到处拢是安那这旧的这树倒去的、卡掉去的，有，你得去整理啊。有一寡迄石头啦、灰泥啦、瓦砾啦，这拢得去清理啊。你想看卖？看到这规大堆就规落去啊！无像即马牧师讲有迄种拖拉库，有迄种叫什么？迄起重机啊，怪手啊，会当去厝啊，想象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咱足侪上有杂事，递到咱的心中啊啦，忧愁发生到，咱就真细，真个杂事，甚至咱就读来。最后说北甲马大官啦，你为着真济代志，有足济代志杂事伫遐思烦恼搅扰，有你最后说北甲马大安尼讲有所以咱常常大多数人因为咱足济杂事，抵到咱烦恼就足济。就亲像啊啦，看了一堆的迄个土共款，一堆读个咱该做的代志，像这你若这土你真正你若无清。你会感觉啦，心有余而力不足，
逐工有足侪代志安尼甲你缀掉，啊，讲你毋知要安怎，就是拄着读来吼，啊，地考咱无开力，当时啊安尼吼，有当然即种的现象，咱每项拢难免，无师嘛爱讲啊，爱分析咱想看嘛，伫咱的背景，可能咱难免有私事，有家务的代志，咱定来佫足无闲，佫足乱，无师爱甲你提醒，伊也会晓安排，我无师甲你讲啊，所以无说讲会读册的人都袂晓娶某。阮定咧甲伊讲，我会晓读册啊，一工干敢册读会读，啊，娶某拢袂晓的，啊，家庭的代志拢袂晓做，啊，什物代志拢袂晓晓，啊，这嘛是你来去思考爱修的代志的。上帝互你有智慧，互你有智慧去念你。啊，咱台湾人，咱伫即种的背景的下面，无师来讲啊，你做事，你了有个智慧，要安怎安排，会晓安排，你晓分轻重，轻重缓急，啊，先后的次序。但是你伫教会咧做代志就是咧甲你操练的。感谢上帝，无师来爱甲因讲，咱有影伫教会内底参与足侪团契有无？你做会长，做啥物长，做啥物，目的是要创啥？你若为青年团契出身的，你拢知影，咱拢知影有无？训练你领导，训练你安排代志，要计划要施工。咱老实讲，你即马讲会长比如安怎个学几暑假到啊，叫你计划一个啊，办一个啥灵修营。我教你要安怎办，你要安怎办？有一摆我伫华冈教会啦吼，青年咧带啊，逐个拢摕来这去遮。我看伊怎样摕啊，阮较早就是训练过，啊做新学生的时代去到教会拢爱带青年，你知？做新学生的拢去到教会拢爱带青年。啊，阮计划是讲安尼计划，来第一点下落，第二点时间，啊，过来讲，啊，就随计划出来，随啊，若交代这青年创微博，啊，毋知要安怎，啊，逐个就是经验嘛，经验的问题。啊，所以你要安怎去做？所以其实。咱细汉伫咧教会伫咧青年，啥咱有青年团契，啥咱有做会长的即个，就是咧操练你安怎去做代志，安怎安排，安怎大先安排即个两人甲做啥物有无？师拢有影，你咧做中间拢甲你讲，啊你先安怎，啊你过来才安怎有无？我拢会甲你提醒啊。你有当你先做啥物代志，才做啥物代志，这一个次数，你就会晓有这个缓急轻重，先后次序。啊，所以你安尼绝对袂赢啊！足侪杂务，上帝阻止伊成功的进程。有阵来讲，爱甲上帝摆伫咧第一位，所有代志甲提开去，甲上帝摆伫咧第一位，你有尊重上帝啊！你就晓尊重上帝，上帝才会。你有尊重人的时阵，你像我一个做老爸的人，你家想我做囝啦，甲你尊重你嘛偌欢喜。这靠底下有地钱拢摕出来，互恁囝有啊？恁囝来，你讲你今日要创啥？欢喜啊！因为伊足尊重你啦，啊你嘛靠底下撒来就你拢也无咧考虑。上帝嘛是安尼，你会晓尊重这位上帝，我的上帝，对不对？所以牧师咧甲你教，你教技巧，咱做上帝囝儿有足个原则，爱去接受，礼拜日绝对。尊重上帝，将上帝摆伫咧第一位。所以波罗神，所罗门讲啦，伊求智慧，有无？上帝讲啦，就煞将其他的啦，拢煞加持互伊。所罗门讲敢若求智慧呢，伊无求财富，无求上帝啦。就讲伫圣经内底，你圣经所罗门的故事有无？上帝讲啦，讲将其他的拢搁煞互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毋通袂记，特别主动成功的进。咱咧教会事工，大家拢是成功的。无论咱咧插花，无论咱事情，无论咧搬椅啊、刀啊，无论咱咧煮食，无论咱咧做一个小小的代志，洗车也好，无论咱咧做啥物电脑也好，我准备甲你讲，你爱看做，这拢是好哩，拢是成功。上帝交动咱的工程咧，你绝对毋通忽略去。我准备甲你讲，你若忽略就是你无尊重。无尊重这是上帝车派哦，透过牧者，透过什么来甲你讲，来甲你车派你，所以你就要会晓去尊重上帝。OK， 所以你就别因为这地盘影响完成，
成功的目标，哇，这足要紧哦！你爱想看卖，迄是因为你有伫个即个哦，就是第二方面就是讲杂事哦，这杂事哦，因为即个杂事地教，你袂晓去安排，袂晓来影响到即个事务啊成功。第三点，你会惊赢啊，你若惊赢啊，惊失败。啊，这是灵性就的因素。我所来讲，灵性就的因素。因为年尾第4月就讲啊，咱会对接讲啊啦，他因无唔知无看见，咱入去运动啊，安排，互因工作啊啦，全停下。对这个威胁，因就安那惊嘛，伊就开始惊赢。啊，你要安继续去，要杀因。所以你做做这个树啊，就安那好。规个拢软去啊，有无吼？若要杀伊的，要甲你杀的，啊，甲你威胁的，啊，你就规个软去啊，吼。咱上头面对就是啊，惊，有无？惊赢失败，地教互人啊，灰心。有时咱惊咱家己的能力无够，有时咱来学习无够，圣经的知识无够深，还是咱惊带无好，做无好，啊，了咱亏咱衰去。我所来甲你讲，第一件事，免惊。上帝就是你的瓦壳，你免惊你无够学习无够，咱无够什么，你唔免惊啥，因为你只要互上帝用，上帝赐予你，你想看卖上帝互得的，互迄个弯巧会变做得的，互得的变做巧的，所以你免烦恼，只要你接受、领受，上帝就来帮助你，啊，你就要有这种信心，信心，啊。比如啊，你带无好，做无好，地道，咱会亏咱啊，拢无。所以咱对工作就多变不转，咱感觉啊，无法度啦吼啊，咱来看先礼仪啊。你看迄个内容卷上卷19章，你现过迄个旧约圣经吼，先礼仪啊，即个故事伊啊，这先礼嘛，因为伊也是别要杀伊啊，伊甲讲要杀伊的。啊！伊就讲伊要逃走，甚至上帝佮完了甲上帝讲你互我死死的好。你看圣经内底记载接着这种的故事，这是先礼仪啊咧。结果伊嘛是，人要甲威胁要甲杀啊，结果伊是要逃走，甚至甲上帝就讲啊，上帝啊，你就互我死死的好啦。你个看哦，这圣经旧约故事，咱唔通看不着旧约故事，你甲你讲这个故事，你甲你提醒什么？所以。咱知以利亚当时面对450名假先知，你看有拄则无书甲恁讲迄个内容卷19章，你对头甲看到尾，本来以利亚伊面对450名假先知，伊头前哦，拢甲伊拍倒哦，但是无偌久，伊哇，伫拍倒450名假先知，竟然伊会要逃走，有啥物？就亲像对山顶跋落山骹共款，然后啦，伊的灵命开始衰退，伊就惊，甚至魔鬼的声音伫啦，可能是魔鬼的，向魔鬼的声音低头不动，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啦，伊的灵命衰退，而且咱的中级嘛好，咱的教会每一个团体好。嘛袂记，牧师唔来甲你鼓励讲，你爱来查经，你爱来接近上帝。顶礼拜牧师我来看我，告诉第4章还是第3章、第2章、第几章有讲，咱若愿意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咱，有无？你就爱安那会晓接近上帝，亲近上帝。所以你的灵命是安那衰退，可能你离开上帝愈来愈远。啊！你足久拢无甲上帝当作上帝咧敬拜，你感觉离开上帝真远啊！你的灵命已经衰退会记的，爱作死甚至到尾你可能是魔鬼的，爱作死这个巴克逊，你去查这个电脑你也拍这个巴克逊这已经出名一个，伊看啦，伊讲基督徒有一个足狡猾的敌人，就是撒旦，伊咧讲撒旦。伊有3定的目标，就是第一个夺取伊的财产。因为第一点，伊想要讲夺取伊的财富。
你会记得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甲讲啦，你若甲我拜哦，我天下拢要互你。所以人对这个财富，这魔鬼上爱甲你，就是要夺你的财产，伊就看你的弱点。这人足爱钱财啊，对钱足看重的，伊就特别夺出你的财富。弟兄妹，我老实讲，咱做基督徒的人哦，无师傅人哦，你无拄到代志，拄到代志你就知，你真正有信用无？有这个基督徒嘛是受到钱财引诱，到尾啊失去公义的心，失去贴心，失去公义的心。足个基督徒安尼怎啊？全出去啊！足个基督徒安尼，就是真正魔鬼撒旦啊夺取伊的财富共款。哦，第一点，伊讲基督徒有三个，即撒旦有三个目标：第一夺取的，过来引诱伊的骹步。咱知影有啊，骹步，咱一句俗语就讲啦，一失足成千古恨。哇！你一担着伊，我害啊！啊，这撒旦哦，定啊不是咧用迄个陷阱哦，你打，你然互你失去公义的心，失去信心，失去对人的迄种仰慕，互你打错去，担着伊，啊，你就后壁规拢起了。基督徒咱基督徒，还是只有足个人定几时伫电视，定几时拢讲伊基督徒。咱听到咱的兄弟姊妹讲啊，我看了伊做基督徒，我有够见效。我老讲，因为伊定咧陷入撒旦的陷阱内底。打骹步，打歪移，哦，打歪移，到尾啊，有一点削弱你的战斗力。咱对个圣经，大家到尾啊，你看，圣经咱到尾啊，这马太长老甲咱读到最后，无伫惊因，就记得主是大哥通惊，就为着恁的兄弟、恁的囝、恁的查某囝、恁的某。恁的厝体来交战，你想看看，这圣经上帝话，这么大咧，甲咱勉励，咧甲咱讲伊，上帝话咧甲咱讲伊，免惊，你就要为着你的子孙来交战，爱将你的子孙交上帝。上帝替你担保，这是上界大的保证，敢毋是？我书定咧甲你提醒，定咧甲你讲。你为什么袂晓要甲上帝当作你的保证人呢？啊，为什么袂晓甲你的子孙来交上帝呢？啊，上帝该顾的上界可靠，为什么你袂晓做？你就是陷入魔鬼的骹步内底，伊的销量、你的战斗力，夺取你的财富，是你惊失去什么？我常常甲咱同工，安尼这边地中间吼。你真正要为着上帝，尽忠于上帝，可能你会失去什么？人袂记，你毋是大家拢会得到呢？可能你应该爱失去什么？你会失去什么？但是你茫袂记啦，上帝袂讲哦，你拢规个拢去了袂啦。只要你尽忠于上帝，上帝拢会甲你固守掉，你免烦恼，你免惊财产无去，嘛免惊你安怎，嘛免惊你迄个。所以撒旦上界厉害就是这三人的目标，这个人所讲巴基斯所讲，你去查迄个网络吼，你拍迄个网络就照出来，水照出来，哦 OK。所以唔通袂记，咱得要注意。最后咱来看用啦，用啦是一个成功的团队表，伊曾经哦，你专诚悔改，但是后来伊伫从这个边膜吼，这叫做边膜吼。那白日先有边麻树的下面，底下土块，底下森林，哇！你看看，你话圣经足侪拢第一下就讲啊，上帝你干脆你搞啊，哦，我死了。圣经内底足侪故事，你描写，你看我，伊讲耶和华即马求你出我的命啦，因为我死比我的更加好啦。你献归圣经来，咱用啦伫咧即个。哦，圣经的迄个，咱有看到用拉书，你最后吼，现在用拉书，大家来看卖，哦，伫个1084啊有用，哦，用拉书来，牧师是啦，你用拉书来看，你用拉书底下最后这个记载哦，对咱来讲嘛是足侪激励啊、甲勉励啊、甲对咱更较认捌就于上帝。牧师来讲，你看圣经的目的要怎？就认捌上帝，啊，认捌咱家己。
你看上帝伫遮安怎咧甲用哪讲？哦，你第7章第4章。哦，咱对第3章开始看到，你看到11章，你看到11章哦，魔术底下慢慢仔讲，啊，你慢慢看吼。即摆最后伊伫咧即个边麻树的下面，哦，用那甲伊讲啊，讲哦，你甲我出卖性命啊，我死比我啊，为什么？为什么用那伊会讲安尼？就是讲，伫当时用那坐伫即个城的中间，哦。第4章后我讲啊，你安尼生气敢合理吗？所以用那出去城，坐伫城的当面，了为着家己搭一座边啊，伫遐坐咧，伫咧这树荫底下，因为安怎讲，就是讲用那讲安怎讲，啊你是安怎我无，咱看头前你就知影讲用那是安怎，伊才要受气，甲上帝受气，坐伫到咧，过来。第6章我我就安排一场雕工，安排一场这边麻，甲伊掠伊的头，就是伫遐做伊的印命，叫伊脱离迄个苦楚。哇，用哪啦？圣经讲哪？你看第6章用哪？因为即场边麻树咯，足欢喜的，足欢喜。后来个哪？上帝个安排些糖甲加，互即场树啊，佮高大哩头出来，佮甲拍着，拍啊伊安后要忝去，互伊安那讲去，伊就为家己安那求死，讲我死比我较好啦。伊即摆直接佮讲安尼啊讲上帝啊，你互我我实在是死比我较好，有无第9章上帝就你话，你因为即丛边麻树伫遐受气，敢有合理？即丛边麻树你也无种过啊，你也无甲安怎过啊？你也无甲种过，你也无甲培养，一年反正咧一年就无去啊！你还阁为着即丛树伫遐咧不满，阁疼惜，你疼惜即丛树，11章，何况即个年为大城，即个城遮尔大的中间，袂当分辨左手右手，差不多有12万外啦。因为只讲啦，袂当分辨左右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袂当分辨好歹，你听有意思？袂当分辨左右手，就是袂当分辨好歹的意思。你看你若看这个，申命记第1章39节，以赛亚第7章15、19、16节，袂当分辨倒手正手，就是咪咪咪的人，亲像囡仔共款。囡仔咱知，伊就无法分辨好歹，这个意思就是伊袂当分辨好歹，表示需要上帝迄个亲像老爸安那，迄种的自灵密，甚至你阁继续看圣经讲啦，有12班的人，各有真个精神，有无？真个精神，我敢袂去疼惜嘛？因为你在圣经，你明白这位上帝是什么上帝？伊是对一切受造的物拢安那？关怀疼惜的上帝，伊嘛疼人，佮疼动物的有无？你注意啊看，上帝毋是干那疼人，佮疼这伊所创造的这动物，佮较显示出上帝对一切受造物都相像的关怀。所以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上帝拢安那，毋嘛干那保护人民，甚至这精神伊拢甲保护。所以。你就会忘袂记，有当时咱会讲你敢毋加互伊死死的，你敢毋加处罚，你敢毋？咱对上帝观念，咱当然是讲较会好人颠倒安尼，活短短歹人安尼活遮久安尼，你敢毋上帝？你敢毋一个手甲抬着？因为人命，你的人命咧衰退，所以你著爱牧师爱甲你讲，较紧来接近上帝，爱来查经啦你的人命咧衰退。读圣经祈祷的生活一定爱做无就影响咱忘袂记即今日所讲的咱后礼拜继续，咱要来检讨要安怎进步咱要安怎进步咱当心大家祈祷。